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今天早上的崇拜。让我们带着欢喜快乐，也将我们的一切重担忧虑卸在主的面前。透过我们的唱诗、赞美、祷告，我们将颂赞归主。让我们能够在口唱心和的当中，我们也彼此的能够来颂赞上帝，并且能够将荣耀归给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感恩，也为我们的所有的设备器械都能够顺利来运作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为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感恩，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生命里面所有的重担忧虑都能够卸在主的面前，因为你是顾念我们的。愿你施恩看顾，让我们在今天早上的崇拜当中，我们口唱心和来赞美主，用诗章、颂词跟灵歌来彼此对唱。谢谢你施恩来看顾，让我们早上的崇拜成为馨香的祭，能够献在主你的面前。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让所有的设备器械全然都按照主的旨意来运行。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也纪念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都十分的平安。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语。诗篇13篇第6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今天是2024年7月份第3个主日，也是圣灵降临之后第9个主日的崇拜。求主保守我们今天的主日从头到尾都顺利，开我们的耳朵，得到来自天上的信息，并且有主的看顾，日日与主同行。我们献上赞美，愿荣耀归给你。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唱今天的敬拜诗歌，新灵粮诗选199首，齐来欢欣歌唱。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怀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上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不穷尽。阿们，阿们。请坐下。我们来读今天的起应文，由我来攻读。
今天的起印经文在诗篇89篇20到37节，由我来诵读上半节，弟兄姐妹诵读下半节。诗篇89篇20节开始：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我的手必使他坚立，仇敌必不勒索他。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敌人。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因我的名，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我也要立他为长子。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背弃我的律例，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我必不背弃我的约。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我们一起来，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的确实的见证。我们一起为下面的事项祷告。第一，我们为东南亚的国家缅甸来祷告。我们知道缅甸经过政变3年，在政变后的这3年里面呢，缅甸的人民遭受了军政府的暴力镇压。那在缅甸国内爆发很严重的经济和人道的危机，甚至缅甸的汇率暴跌，以及生活必需品物价飞涨。所以求主让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到当地的文化生活当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的信仰。第二，我们也为卫理公会中部的教区，也就是嘉义的卫理堂苏福全牧师来祷告。嘉义卫理堂到上个月大概聚会的人数不到30个人啊。那现在像这样子小型的教会确实都很辛苦。我们要为嘉义卫理堂教会的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牧者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同时，我们也为现今在战火中的国家，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巴勒斯坦等等这些地方来祷告，愿战火止息，和平降临。现在暑假的期间，我们也为青年学子进入暑假，以及预备各样的证照，还有国家的考试等等，求主来看顾他们有好的作息规划、体力、智慧来带导，在暑假当中出入平安。我们一起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名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
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经课在撒下期1到14，还有佛211到12节，我们请苏秉存弟兄为我们攻读。平安。本周第一经课于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下第7章1至14节 A 上半节。撒母耳记下第7章1至14节 A。以下由我的各位攻读。第1节起，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视为的仇敌搅扰。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上帝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搅扰，并且我耶和华应允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嗣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以上是第一经课。第二经课呢，于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2章第11节至第22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2章第11节至第22节。11节起，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为自己的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圣所。以上是神的话。今天的正道经文在约翰福音12章20到50节，在圣经新约116页，由我来诵读。约翰福音12章20节开始。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的伯赛大人腓利，请求他说：“先生，我们想见耶稣。”腓利去告诉安德烈，然后安德烈同腓利去告诉耶稣。耶稣回答他们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性命的，就丧失性命；那恨恶自己在这世上的性命的，要保全性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正是为着这个时候来的。父啊，愿你的荣耀你的名。于是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另有的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回答说：这声音不是为我，而是为你们来的。现在正是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候，现在这世界的统治者要被赶出去。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我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是指着自己将要怎么死说的。众人就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书上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为时不多了，应该趁着有光的时候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趁着有光，要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些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之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使他们瞎了眼，使他们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他们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会医治他们。以赛亚因看见了他的荣耀，就说了关于他的这话。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不敢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
这是因他们爱人给的尊荣过于爱神给的尊荣。耶稣喊着说：“信我的人不是信我，而是信差我来的那位。看见我的，就是看见差我来的那位。我就是来到世上的光，使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而不遵守，我不审判他，因为我来不是要审判世人，而是要拯救世人。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自有审判他的。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而是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我讲的正是照着父所告诉我的，我就这么讲了。”献诗，我们请诗班。今天的诗歌是《除你以外》。
诗歌里面的每一句话都能成为我们对上主的祷告。感谢主，谢谢诗班。以下的时间，我们请蔡义文牧师为我们来证道，传讲神的话语。今天的讲题是光明之子。蔡牧师，请。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在主日，我们一起同心的敬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献上感恩，何等欢喜！主，你所定的圣日，主，我们定睛在主你的身上，我们在主的殿中，带着诚实的心灵来敬拜主，求主恩待，求圣灵引领赐福。好叫我们领受主你赐给我们从圣经里面得着的生命的灵粮、生命的活水，求主恩待赐福。将以下的时间，求圣灵引领，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这样的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在约翰福音第12章20到50节那经节比较长一点。那我们可以仔细来看约翰福音在4本福音书里面，我们都看见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可是犹太人似乎对耶稣所行的神迹并不是很在意，特别是那些宗教领袖他们在意的一点，耶稣如果继续这样行神迹下去民众都会往耶稣那边靠过去，这怎么办呢？他们最担忧的事情就是这个人都跑到耶稣那边去了都到民众那边靠过去了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那我们从20节到26节我们来看20到22节这边，这些希腊人来见伯赛大的腓力，而腓力却去找安德烈，这2个人的名字都是希腊人名字很可能这些希腊人原本就跟腓力认识的，因此才会找上他。有趣的是，腓力和安德烈这2个人的名字，上一次连在一起的时候，是在约翰福音6章7到8节那个地方还记得吗？安德烈带着一个提供5个大麦饼2条鱼的小孩去见耶稣那21节这边讲到，我们愿意见耶稣这里用的“见”这个字意思是比较长的时间来交谈换句说，他们要私下跟耶稣交谈那从23到26节这一段接着看经文的时候，这段所说的，我们看不出耶稣有否答应要见希腊人，但耶稣说的这段话一定有他特殊的用意。表面上看来，他好像没有正面的回应这希腊人的请求，但事实上，在这一段里面清楚的说明了生命的一个意义。他说，生命就像一粒麦子死了和成长耶稣用一般人所能明白的比喻来说明福音就是这样发展出来的。一粒麦子若不死了是一粒，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也可以想到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我们老我是否死去了依靠主，新的生命是否活出来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牧师也一样也一样很清楚的，耶稣来到这世界上是不是停留在犹太人当中？上帝的拯救信息必须传到万国万民当中。因此这些希腊人主动来求见耶稣，他说这段话，特别是用麦子的比喻，说
是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会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也表明了，他虽然那时候被犹太人的领袖害死，却因为他的死，让更多的生命发展出来。因此，这句话在说明，他用死要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那刚才讲到25节那个地方，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世上生命；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呢，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看字面上可能有点不清楚但这里耶稣这里所说的这个牺牲生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而福音的信息就是要带领人归向上帝我们都有上帝是赐福，生命才会延续的力量。因此这里很清楚指出，这种牺牲生命是属于永远的永生的一个领域。26节说明献身为福音的基本要诀就是耶稣相连结，不是很自私的为自己的需要而图谋那这一节里面26节里面特别提到是点到传道人对自己应该有基本的要求如果一个传道人不是在传耶稣，而是在传自己的理念和意向，就不可能显出上帝的同在，更不能显明福音所带来的力量和生命。这里，所以这里到26节，那我们从27节，对不起，27节到36节这个地方，我们来看那在27、28节里面，如果你仔细看的时候，读起来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一个情况27节，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那虽然约翰福音里面没有提到客西马尼园，但这2节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的一个心境描述耶稣内心真实的感受。那我们看到耶稣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人的这样的一个心境人的软弱会显现出来那因此耶稣的心境很愁烦，这必定是与他是否接受十字架的苦难有关从约翰福音可以看出一个思想，就是为福音受难，就是为荣耀上帝就像刚才提到了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当麦粒长成又结出子粒的时候，荣耀就自然会显现出来。但是麦粒成长的不是人的能力而是上帝他的一个照顾和赏识。因此约翰福音的作者为了要来荣耀上帝耶稣表明他已经荣耀了上帝而且已经完成上帝托付他的使命。耶稣很清楚知道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而不是取悦人、荣耀人。荣耀上帝才是他的使命。29到33节这个地方，约翰福音作者提到在耶稣身边的人都不知道上帝和耶稣之间的一个特殊的关系。这里有人就听见了打雷的声音客西马尼园刚才打雷的声音打雷的声音，这一点对照旧约圣经里面旧约的作者用打雷来彰显上帝彰显上帝显现的情况，但那时候也有人说那是天使的声音在经文里面。由于民众不晓得所听见的雷声，耶稣进一步解释说他即将要受难。一般看来，统治者将上帝的仆人处死，好像事情就结束了，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就像路加福音1章52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这一节经文是在玛利亚在歌颂上帝的诗歌里面，上帝将显示他奇妙的作为，使君王统治者倒下，而上帝的儿子被高举起来。
这种高举，就如同十字架，而十字架后来就被信徒们仰望，是一个拯救的一个记号。被举起来就是死在十字架上面。那当时候的人他们的了解是说，基督是永存的，真正的基督是不会死的。这是当时候的人跟耶稣的教导差异很大那如此一来，到底真正从上帝来的拯救者人子又会是谁呢？一般人共同的认知是，上帝差来的拯救者可能是胜过一切的君王的。可是现在耶稣说，这拯救者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众人觉得这是很奇怪的。我想你还没信主之前，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他是一个荣耀的君王，他为什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呢？我想这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牺牲的大爱。耶稣基督用他的死来彰显他的爱，来拯救世上的人。但是当时候人认为，这是君王，为什么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呢？很奇怪35、36节，耶稣在这里并没有针对他们的问题做回答。你看福音书的经文的时候，会发现会不会按照我们的思路我们要来知道上帝他有他的心意他有他的旨意他提出光和暗，他提出光和暗的比喻光和暗一直是紧密相连，有光的地方就不会有黑暗，相对的有黑暗的地方就不见光。那耶稣告诉民众，他就是世上的光好，他就是世上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得生命的好，跟随他的人一定不会在黑暗里面走。而现在他告诉民众，光的时间不多的，要趁着还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多把握这样的机会所以36节经文里面约翰福音12章36节，你们应当趁着有光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光明之子，世界的光你们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光明之子。耶稣是世界的光信从这个光，成为光明之子在这黑暗的世代里面为主发光就在预备这段信息的时候我就找这个当我的讲题，光明之子我们领受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要去行出来，而特别是传福音传福音我过去牧会的教会可能都会遭受到一些问题，一些老问题信徒的软弱人数越来越减少所以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是很重要的，不是说圣诞节再来传福音而是说其实在生活里面就可以有这样的见证，带领人来到教会带领人来信靠我们的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这就是一个使命这就是一个使命成为光明之子。我们在任何地方那这段我也想到，我在马祖当兵的时候，跟我有牧师一样，我也在马祖当过兵我在北竿，在碧山上面睡了就有一些坑道，睡在里面一个人，晚上黑漆漆的，外面也是黑漆漆的这样子。有一天晚上半夜的时候，哇！我发现我好像被五花大绑，整个被压住了。我一警觉到，好像是鬼压床，那整个人动弹不得，整个要压到我的心脏里面那喘不过气来。那时候我一个念头，主啊救我！
主啊救我！就像彼得一样，真的，我要刚好经历那个情况，我喊了3-4声之后，越喊，那个力量就越弱，那个压我的力量越来越弱，然后就不见了，我就醒过来。是否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啊？有时候鬼压床的情况会碰到，主啊救我！这是真实的经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不论在任何黑暗的地方，我们都是光明之子。只要我们呼叫主的名，那就退去，就退去，一定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光明之子啊，好，第一大段我们来看，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要学习避免喜爱人的称赞，胜过来自上帝的赏识啊。这一段，约翰福音一直在提到，因为犹太人领袖一直对着耶稣存着敌对、极高的敌对的态度啊。我想，我们不只是现在我们环境是佛道教的情况，我们也是很逼迫的哈。耶稣那时候那一群人也是一样，那一群人也是一样，很大的敌意。虽然这样，但是继续的耶稣继续的传福音，照样行神迹，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听见他的信息，看见他的神迹，感动的来跟从他，信靠他的救恩。那也有一些宗教领袖，他们也愿意来信耶稣，只可惜有些人因为怕犹太人领袖从公会里面把他赶出去，等下经文里面也有看到，就不敢公开的承认是上帝派到，耶稣是上帝派来世界上的救主。约翰福音作者说，其实这些人他有这样的软弱喜爱人的称赞胜过上帝的赏识。那保罗他书信里面就清楚指出他的奖赏来自上帝，好，继续传福音来自上帝，所以他有一句话在腓立比书第3章13、14节，我们来一件事来，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这是腓立比书3章13到14节，所以保罗写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书信里面一段话几乎秒足了他生命的力量，为了要赢得这个奖赏从天上来的奖赏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说？这是因为他遇见复活了耶稣之后有了很不一样的生命的感受，他改变了生命很大的转折。保罗的转折是很大的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一个大光之后，整个改变了他的生命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牧师也一样我是到了大学要毕业的时候才这样的一个改变因为上帝的爱摸着我接触了福音的信息的，到教会去聚会了，一接触了之后就得着了。我过去都拒绝的，一接触就得着了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转变一个转变人世间的赞美无论多好，总是会有过去的时候；人世间的奖赏无论多美奖赏也会有改变的时刻。我们生命的环境一直在改变，价值观也是在改变但是上帝的旨意永不改变基督教信仰提供给我们一个永远不变的，那就是要我们寻求永恒的价值。这永恒的价值的基础就是在上帝那个地方上帝那个地方我过去有提到一个例子我自己同一届的在五湖国中那时候有分特优班跟放牛班哇，那有个同学他成绩特别的好，考试成绩都是名列前茅，教授，要当教授去年就听见他自杀了。什么原因呢？因为他的脑有退化了，他没有办法再做研究了。就因为他没有办法做研究了，他就选择这个最极端的手段。很可惜
啊，他没有想到在上帝那里有爱，啊，有恩典，有永生。他在追求世上这些，好，一直到最后世上得不着的时候，他就自杀了。这不是蛮可惜的吗？啊，这是我知道的一个同学，不是同班同学，是别班的的同学。好，我们再继续看约翰福音12章37到43节这个地方，特别37节，你看这经文里面，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耶稣他们还是不信他。所以当时候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那犹太人领袖还是不信所以耶稣感触良多，行过这么多神迹这些领袖们亲眼看见了还是不信。那约翰福音给这些宗教领下了一个评语还是不信还是不信行了很多行的是42节、43节这边讲到的他们是怕犹太人最高当局他们赶出会堂因为他们喜欢世人给予的掌声胜过天上来的赞许赞许那病得医治神迹奇事其实我的岳母她就是病得医治的，她的病得到医治之后，她就相信了上帝，相信了耶稣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岳母一直在做她的见证，她就是被医治了，看所有的医生都看不好，吃所有的都治不好，但是信了主之后求耶稣医治她，她就得医治了。这是一个亲身的一个经历这些犹太人领袖当中，可能用香膏来抹耶稣的身体，并将耶稣埋葬在自己的墓穴里面。亚利马太人约瑟约翰福音19章38节这边有记载那我们可以看出亚利马太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才公开承认他跟耶稣的关系。但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并没有公开身份，原因就42节那个地方他承认的话就被赶出公会那时候有这样的暗暗人做的门徒怕被赶出公会不敢公开的承认当时候的一个背景那因为当时候他们的犹太人把宗教信仰那时候当作生命最大的事情，所以惩罚一个人就拒绝他们来会堂参加敬拜参加或者到圣殿里面去献祭这些但是我们今天我们2-3个人奉主的名，主就与我们同在了2-3个人奉主的名，不止2-3个人我们叫100-200人教会，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可以敬拜主了从38节到40节这个地方这段诗歌是引用到先知以赛亚的作品38节引用到以赛亚书53章1节，我们来读53章1节。来，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是一首受苦仆人的一个诗歌，表明上帝的仆人所传出的信息总是没有人会听从当时候其实耶稣都是表明他是来自上帝的使者，是上帝差遣他到世上的救主39节到41节这用到了以赛亚书6章9到10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第10节来。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经文里面那个恐怕眼睛看见，如果你给他弄口语跟他讲，如果眼睛看见了，耳朵听见了，心里明白了，回转过来，变得医治。那40节这个地方也讲到，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免得如果你给他
讲的，如果他们的眼睛看见了，心里明白了，回转过来了，我就医治他们。好，一个转变，你愿不愿意回转？哦，愿意改变。约翰福音作者引用这段以赛亚书有的诗歌的有这样的用意，就是说明拒绝耶稣的犹太人，特别是那些宗教领袖就像先知以赛亚时代那些以色列人一样是心灵麻木的人心灵麻木的人，失去上帝拯救的恩典的人他们失去上帝拯救的恩典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人的心能够听得进去愿意。如果他们能够回转之后回转的时候，最近有跟一位国中的校长跟他谈话然后谈到生命教育的时候，校长很感慨的说生命教育会失焦了但我心里讲我想我们正面的来看待的话都很好如果你戴上了有色的眼镜，看所有的事情都全部失焦，都变色了有色的眼镜所以如果一直都戴着有色的眼镜，那是变得心灵麻木了，失去上帝拯救的恩典是很可惜的求神把那个有色的眼镜拿掉不要戴着有色的眼镜好，约翰福音12章40到50节这最后这一段这段经文可说是逾越节之前最后的呼吁，也可说是将过去所教导的做了一个浓缩总结。这段经文在出现他过去所说的话特别44节这边讲到了耶稣大声说你有没有提到耶稣大声说，高声的呼喊呼喊这心里麻木人生命的呐喊生命的呐喊耶稣大声说，生命的一个呼喊生命的呐喊，为了要拯救世人用他生命的力量来呼喊希望叫醒人生命内心的心灵他要大家相信他是上帝差遣到世上来救主。46节比较福音书第1章开始谈到光光来到光到世界，施洗约翰就是为这光做见证的。耶稣再次亲自说，他就是世上的光，不住在黑暗里就像约翰福音3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光来到世界上，但世人因为自己的罪拒绝光，因为罪人喜欢生活在黑暗当中，但愿意接受光的，就从此就不在黑暗里面了。47、48节，耶稣强调他不审判人，耶稣是来拯救世界的，不是来审判世界的。但拒绝他的人，以后会被耶稣所讲的信息来审判。圣经的作者让我们知道，上帝差遣的仆人传递信息，就是为了拯救人脱离罪的捆绑。但拒绝听从上帝信息的人，最后被罪所捆绑致死。因为上帝才是生命的亮光和希望，世上的光。好，49节，耶稣记载耶稣曾说过，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是照着上帝的旨意而行。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因为他是奉上帝的命令来到世上的，完成上帝的旨意，是他最重要的使命。这也是为什么他客西马尼园面对十架的死亡的时候，祈求上帝完成上帝的旨意。50节，
上帝的话才会使生命得着永恒的保证，不是人的话能使人得到永恒的生命，而上帝的话就在圣经里面啊，在路加福音16章29节到31节这边来，好，我们一起来读29节来。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30节来，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呐，不是的，若有一位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31节来，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我想这本圣经就已经把上帝的信息都在里面。我们真的一生花时间去好好去读。我现在没有在牧会哦，但是圣经就仔细的看哦，有很多我过去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亮光。因为过去实在太忙。那现在比较有仔细慢慢的咀嚼，很棒。我想弟兄姐妹一样，我们一生圣经一定要读，好好去读，每天读，这对你非常有大的帮助，跟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更亲密，更亲密。耶稣的比喻说，那位财主央求亚伯拉罕派人传信息给他尚在活在世上的兄弟时候，上帝的话语带给人希望，但也带给人生命的审判，生命的审判，就像诗篇119篇105节下面所说到的，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里，上帝的话带给人希望，也带给人生命的审判，好，我们一起来读这诗篇119篇105节，来，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上帝的话才是生命的亮光。好，第二段，生命的价值在于认识上帝的救恩，而知道感恩，要感恩。耶稣一再告诉当时的民众，他就是上帝所差遣的仆人，甚至大声的呼喊，要大家听信他的话，就算不听他的话，也要因他所做的事来相信他。只可惜，耶稣行过很多的神迹，他们却把神迹当作魔术，当作杂耍，当作技巧，而不是生命的乐章。这才是耶稣所感叹的地方。因此，约翰福音12章37节说的，耶稣即使行过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其实，福音的信息并不好传。虽然基督教历史已经2000多年了，但真正喜欢接受福音的、成为生命教材的人不多。但当中传福音的人有他的问题，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们对生命的态度，跟耶稣的教导大不相同。大多数人喜欢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但耶稣教导我们的却是往往那看不见的、摸不到的心灵。比如，我们的社会喜欢用数字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但圣经的教导并不是这个样子。一般人认为把考试的分数当作评估一个学生的优秀、好坏，收入的多寡看作一个人是否杰出，而忽略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就是每一个人出生的背景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特别的创造，这一点从指纹的差别就可以看得出来。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指纹。双胞胎也一样，指纹也不大一样，也不同。有一位牧师，他是卢牧师了，卢牧师，被受邀去嘉义一所国中演讲，对象就是后班的同学。我们以前是有特优班，有放牛班，
后半段的同学啊，国中哦，意思是后半段意思是功课成绩很差、不好的同学啊。那学校就说，牧师，这些学生秩序很不好，请多包涵，因为他们不喜欢读书啊，希望让他们能够知道怎样学习做人啊，做人。牧师听了之后感触很深，课业成绩不好就需要学习做人，那成绩好的呢，也要学做人了，也要学做人了。学校认为大概不需要学习做人吗？那一天牧师去演讲的时候，哇，经历到真的是整个大礼堂好吵，后半段的同学，牧师才上台其实他穿牧师服上去了，台下的学生说，闹哄哄的，然后就说大喊，哇塞，是牧师耶，哇，他来教我们阿门啦，在下面这样喊叫，大家注意听呐，要给他回应呐，下面的台上同学是这样子，后半段的同学那牧师开始讲他在国中的时候，他也被编到后半段，那牧师呢，他仔细的讲他自己怎样怎样。也是过去那个时候也是耍太保，他也是打架、泡妞、作弊这些翘课等等恶行，也被学校记下大过。这是这个卢牧师他在国中的时候也是后半段的同学哇，原本闹哄哄的一个大礼堂，嘈杂的声音就说也奇怪，就逐渐的安静下来。安静下来了，安静转为笑声不断，甚至有人笑到椅子都倒到后面去了，我想卢牧师他的真的是有上帝给他的口才，讲得非常好，下面的同学都很认同，都很认同。讲到最后，卢牧师就推出一个展望会的一个饥饿30，叫他们只要捐出10块钱就可以让非洲的贫困的这些小朋友能够生存1个礼拜，希望他们踊跃参与，就这样子。讲完之后，牧师本来要走了，不过校长请牧师留下来，继续留下来，说前半段的也要听。牧师讲得太好了，前段的班的同学也要听。前段班都是在功课很好的。真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大礼堂安安静静，跟前面后半段的完全截然不同的一个情况，安安静静的，没有声音，鸦雀无声，静静的听牧师讲。不过牧师这次讲的不一样，他国中的时候有被安排在后段班，也被安排在前段班，他这一次就讲前段班的事情跟他们说。告诉他们，那时候他读了什么书，学怎样的笔记，学会做笔记，应付考试等等。讲到最后，同样以展望会、饥饿30的活动，鼓励他们来参加做结语，希望他们能够捐钱给非洲的贫困的儿童。2个礼拜后，学校的辅导主任跟牧师说，他觉得好奇怪后半段的同学捐的钱接近1万块你知道前段班的同学捐出多少吗？答对了，1000块都不到。我是说这个很正常啦，因为前段班的同学在学习竞争，对不对？学习怎样考得比别人好，对不对？要赢过别人但最基本的慈悲、怜悯的心。也都忽略了啦，我们不想说丧失了，可能忽略了但后半段的同学都不一样了，因为在学习成绩不好，被老师同学家人排挤、轻视、排斥，他们能够体会到那种生存在边缘生命的人是多么可怜。这是一位卢牧师他的经验他把这样的一个信息虽然没有讲到耶稣基督，但是把这样的一个正面的信息给同学。
那他这次的经验也对他非常大的震撼。那他也经常在讲道老师讲到这个故事哈，那希望大家懂得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可数的一个物质，而是在心灵满足啊，心灵的丰富和满足啊。耶稣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就是来自上帝所赏赐真实的生命，这种生命对人类的生命的苦难有丰富的慈悲的心，并且进一步去帮助需要的人，更进一步能够认识上帝那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光明之子那卢牧师这个故事让我也有很大的一个感触事实上我在国中的时候也是编在特优班的确实那时候就一天的目标就是读书就是读书所以我可以体会到很多事情都摆下来，都放下来那第二个，我在牧会的时候曾经有很长的时间，大概10年的时间那我们也用彩虹爱家的一个圣诞音乐剧现在没有办法拿圣经到学校去讲传福音怎么可能但是借着这样的音乐剧可以带到社团可以带到学校里面去，让这些学生小学生或者国中生，让他们能来看这出剧。这出剧里面就有很多的一些正向的元素一些善良的公益的慈爱的很正面的让他们那也确实我这10年里面进到好多五湖国中大人在这个学校里面都有进去过那也让我体会到卢牧师他所讲的那一段后半段的同学吵成一团。我有一次在小港国中也大概也是前面几次进去的时候学校老师觉得说这个圣诞音乐剧同学们等一下吵成一团打成一团怎么办结果他们1、2年级将近1000多人进来，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很吵，甚至那个老师都在飙骂，当场就骂学生那气氛很不好最后主任那个辅导主任就在召集他们，就命令他们大声的压制他们同学就一个一个做好了，这样子。好，那音乐剧一开始，这些同学就专心的看30分钟的剧，没有吵闹，很专心的看。老师也觉得很啧称奇，说这些学生还不错还会仔细的看这个音乐剧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借着这样的一个媒介这样的音乐剧把这个福音能够带到学校去现在疫情之后更不容易进去了有些学校就挡但是那个剧能够进去的话，让这些学生能够接触到这样一个正向的一个信息所以愿神来帮助我们。我只是举出一件另外其实其他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里面也是一样，我们都成为光明之子。你的邻舍是否你也成为光明之子，能够邀请他至少我们每一年的圣诞节不是说圣诞节才来传福音但是真的是一个普天同庆的一个日子一个好的机会那今年如果可行的话，我们也试看看圣诞音乐剧能够邀请人，让教会能够坐满，让他们体会到那种生命的一个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献上感恩，带领在今天早晨借着主您的话来帮助我每位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看见到主耶稣你在那个时候就有一群心灵麻木的犹太人的抵挡，但你继续把福音传下去。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问题，
主啊，我们不是贫困，而是我们也是丰裕的。但借着这样子，也让福音有很多的一些困境，有一些阻挡。但求神来帮助我们，因为主你的话是永恒不变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无论在任何地方，得时不得时，我们都为主来做荣美的见证，能够做传福音的职者，成为光明之子。赐福带领我们荣光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你也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病痛软弱，一些难处，或者一些感恩的事项，主你都知道。求主分别的圣灵亲自来保守带领，好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因着主你的爱和恩典，靠主得力得胜。我们仰望主的恩典，这样仰望、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感谢蔡一文牧师用神的话语来坚固基义，造就我们。今天的经文以及牧师的这个主题，其实分量很重哈。那也求主让我们的教会能够透过弟兄姐妹之间不断的关怀跟彼此的支持，饶恕在爱里，坚固在道中，我们共同来见证和福音的广传。我们一起起立，用回应诗歌赞美回应神对我们的爱。今天的回应诗歌在新灵粮诗选347首，亲近更亲近。亲近更亲近，进主胸怀，亲爱之救主引我近前来，双手扶持我，靠你胸前。亲近更亲近，我为属主，罪恶和欲心甘心全托住，撇下最终了。
我们仍然站立，要开始今天的奉献，请大家预备心，恭敬以金钱奉献来表达对上主的感恩。如果对奉献意义不了解的弟兄姐妹，就安静的让奉献袋经过你的面前。我们请施献的同工到前面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是万有，世上的一切都是你所造。主啊，现在让我们愿意以面前的金钱奉献作为祭物献给你，这一切原本就是属于你的。我们甘心乐意献上，愿你悦纳。同时也求你赐我们教会所有的管家有聪明跟智慧去运用在你的事工上，叫我们的教会被造就，福音得以兴旺。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请坐下。请坐下。今天我们有2位第一次到我们教会里面来，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们。第一位吴荣纯姐妹，是我们教会那个美腾姐妹的朋友，谢谢。第二位朱伦伟，是，这是我们教会迪华认识的哪一位？是迪华妹妹的孩子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欢迎加入我们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好，让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唱完第一次之后，我们彼此可以起立拱手问安。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女。因耶稣的耶
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好，弟兄姐妹，我们下面有一点报告的时间。最近暑假教会的一些活动也不少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周的台语堂，我们感谢陈启峰牧师分享信息。那国语堂我们刚刚是蔡依文牧师的正道，也请弟兄姐妹为牧者的服事跟牧家关心来祷告。同时呢，本周7月21的主日之后11点半，也就是等一下11点半，结束之后呢，有怀惠诊所的吴东阳医师为我们举办。等一下的这个地点，我们是在副堂在1楼的副堂，举办常见的胸腔疾病以及治疗，主要的这个主题就是认识肺阻塞认识肺阻塞健康的讲座，欢迎弟兄姐妹踊跃的参加这个讲座蛮不错的。同时呢，今天的主日之后，在诗班练习这边的时间是写1点事实上是1点半开始，1点半开始成人主日学的老师会议，在201教室，也请相关的老师留步参加。那现在开始呢，2024年的这个暑假，非常的热那教会这个地方呢，愿意开放场地，让相关的这些孩子能够有一个兼具学习、还有运动、还有休闲的一个清凉的这个场所。那教会特别开放在6楼，6楼这个地方呢，我们规划有阅览室、K 书中心、运动休息，这里面有乒乓球桌、益智桌游等等这些的场地跟活动，也鼓励我们家中的儿童青少年一起来教会体验不一样的美好暑假。那实施的时间呢，是从即日起一直到8月29号，时段请大家注意一下时段，1、2、5是下午2点钟到4点半，那每周的3、4、6是早上的9点到11点半，只要是我们会众家长亲子、儿童青少年以及他可以邀请他的同学一起来参加，这个是我们教育执事这边精心为教会的儿童这边所策划的第5个，暑假的桌游有一个活动是桌游趣在周6专门有吴生佑老师为我们所带领，这个时间有3个时间8月10号、17号、31号下午的2点钟。那特别是针对国小到国中，在我们6楼活动室这个地方有3个主题的这个桌游大家也可以踊跃的参加。然后呢，前天我们星期5，我们刚刚跟恩慈小组到旗津的旗后教会去参访那这一次的主题是马雅各医师以及李修牧师是台湾第1间的基督长老教会建堂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有一系列相关的这些的主题活动，也盼望弟兄姐妹可以到时候可以一起踊跃参加因为现在天气很热，所以可能会从10月份、9月份之后会有一系列的这些活动。
同时呢，7月27号周六晚上6点钟之后呢，那个俊奎执事还有我们的德强执事要举办夜爬寿山、强健身体的活动啊。那现在目前报名的人数非常踊跃。德强执事有没有要补充的？有没有？我不用哈。那这次因为第一次举办哈，那人数蛮多的，我们考量安全的因素，就不再增加人数了。啊，也请弟兄姐妹为这个活动关心代祷。那我们现在教会因为要推行少子化的运动，会减少周报1/3的用量哈。因为我们每一次其实都还会有剩嘛，所以呢，但是还是会准备有纸本的部分来供应给需要的弟兄姐妹。那同时，我们现在从进门口一直到上面这个地方呢，都有 QR code 啊，你只要扫描连结就可以下载。第8点，卫理神学院延伸班教会通史的课程，我们邀请到讲师是刘清乾牧师，从下学期的开始是9月20号每周5的晚上7点到9点开课，也邀请弟兄姐妹为这个事情关心祷告。那我们也为接下来教会的各项事工的推动关心复兴守望，也邀请弟兄姐妹参加实体的星期四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让我们一起来为所有的关心事项来祷告。那同时呢，会有如果在报税的时候年度捐赠证明要改用电子申请的话，如果你不需要纸本的话，请到办公室这边来登记。好，其他的这些的报告事项在底下这边我就不一一的报告，请大家自己参阅啊。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起立。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同为一体，同荣同尊，万福之源，万福之本。阿门。我们请蔡伟文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拣选我们能够来侍奉你，帮助我们在各个地方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人看见我们，就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都一切蒙恩。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下。我们在殿乐中结束今天的主日崇拜。在殿乐当中，也请为今天在肢体消息以及教会所有的活动、事工来代祷。如果有在病痛中忧伤的弟兄姐妹，也欢迎你来电，或是来到前面，牧师会为你祷告。谢谢。